年在做的一些活动，这已经是凤梨季之前了。仔细看啊，其实他们还是很流行的，你看，染头发的染头发，烫头发烫头发，爱刺青的，所以他们事实上还是很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好奇的。我觉得我的青少年没有什么人关心我。我们要长大的心情的时候是，我觉得是最需要人去关注他们的。那当要回去做过的事情呢，第一个想到就是，嘿，爸爸拢来。哦，靠海啊，都兰阿美族是靠海的。我们很多跟海边有关系的一些文化活动、故事或者传说。这是我魔鬼教练，很帅吧？后面弟弟跳的是阿美族传统的勇士舞。在抓海胆，很穷，没有钱买早餐，每天都是吃海胆跟龙虾，太穷了，吃龙虾跟海胆。今天那个马格龙10点要放学，早上没事，大家好，拜。爸爸妈妈没有家，要自己洗啊。所以讲不赢就是这种痛苦。会听懂一点点，但是不会讲出来。哎，就是非常面的骂。坦白讲，在第一年就跳过出来。或许啊，都是啊，也凑钱。我跟你讲，穷人家才凑钱。我觉得不用募款，我不是募款啊，我是卖我演唱会的票啊，这样是可以啊。真的不是募款，那是我的实力，我演唱，我表演，我去赚钱。明年的话，觉得是明年就不要带了。对，等一下买。为什么做宝岛那些事情？就是一种反射吧，我觉得自己生命经历的一种反射。我觉得那群弟弟妹妹们都没有人把这样的事情交给他们的身上。开始带这些弟弟妹妹的时候，其实只有20几个，然后到了前年最多的时候到120多个，对，都已经比杜兰国中的学生还要多了。我可以干掉杜兰国中校长。其实这个规模很奇怪，我也觉得很神奇。一开始的演唱会的规模都很小，就是小小的。然后我打了一个品牌，不过那时候是在朋友的帮忙之下，把这个演唱会的品牌创立起来，叫海边的孩子。前阵子今年的才刚结束，今年第5年了，就很开心可以自己撑到那时候办这样的演唱会，不知道自己可以撑多久哦，就。然后慢慢，今年第5年就撑到，就今年的活动也很多人来参加，而且今年只有1场，就在大河岸留言结束了哦，后悔了哦，啊，不用后悔，还有机会。就是如果同学如果还有机会来听我表演，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来看一场不一样的演唱会。当然，
最大的演唱会的形式还有别种，就是除了这种是做，我觉得比较像是我自己的心愿哦。就有时候公司管我管不得，就是我要捐出来，又希望公司不要抽成，就是很多很矛盾的心情。但也希望经营到一种演唱会的程度，让公司对我有信任。所以我们把演唱会的规格做到最大的时候，在华山英文中心，大概是这样的形式。10年之后，我们每一个人会记得今天晚上2个小时都唱阿美族语的演唱会，你想象一下，它会变怎么样？现场演唱是我觉得一个创作人或者一个音乐人不能被取代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去年的我觉得是磨练之后，我今年更有想法，我想要把它实践出来。很好，我们那时候去参考很多国外的歌手。在台湾办演唱会，如果都唱日文、都唱韩文，会怎样？我们是经营了一个全部唱阿美族语的演唱会，会变怎么样？唱阿美族语，还有街舞，还有造型，当然也有传统或者比较民谣的部分。然后选了一个时间，叫4月23号，一样的场地。它时间点描是春天。但是有什么事情是觉得有跟它的气息有关的？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风，原住民对风就是对自然的事情是非常有想法。这个比较像是在塑造一个，其实有办法让它有共鸣，因为讲母语、讲阿美族语，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有共鸣。但是为了要让吸引大家能够进来，所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演唱会的形象。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样很好玩，就是它有一点点原住民的幽默，可是大家又听得懂。它可以很一语气息，很徐志摩，还有气球，是又有原住民的。陈建年的演唱会有气球吗？有，改天我请他一起来唱歌啊！刚好也是春天，他当警察，他很忙，有很多想法在那个演唱会。然后这只是一个参考，就是让大家觉得，母语的演唱会其实没有那么的排他性。因为它其实透过一些方法的呈现，其实它可以呈现的东西内容更多，不是只有大家听到原住民的音乐，好像都只有传统的吟唱，或者是只有像民谣那样的表演方式。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种。然后我一直在试啊，一直在试。然后今年很快哦，就是这样的演唱会就试了好多次之后，我就其中包括海边的孩子之后，我得到一些资源的时候，我又回去可以再经营这些弟弟妹妹在学啊。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不是只有我能唱，我也希望唱歌这个技术我可以教给他们。然后从去年的时候就开始捐吉他，还有一些朋友的帮忙，然后送了吉他回去用部落。不要觉得说原住民部落都是会唱歌跳舞的，没有，我们那边没有乐器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培养国家的田径选手跟棒球选手的重点地区哦，所以我们那边只会拿球棒，不会拿吉他。开始有吉他应该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了。然后就捐这些吉他，希望这些弟弟妹妹好好学这样，然后一边学，然后还有烤肉这样，就一整天在我那边学吉他，然后一起烤肉，然后一起吃晚餐，一起聊天，然后就继续弹啊。然后学不到1年吧，他们会创作了。才刚学会吉他就会创作了，很机车，很想要干掉我。可是他们今年在发表。好，听听就好，不是很好听。我不会给他们机会的。然后他们发展的好快，快到让我自己都吓一跳。才刚学会吉他，不到1年的时间就开始写歌。那我觉得这个潜力真的是无限的。然后，当然我真的多开始用演唱会经营自己，获得很多资源之后，我觉得也开始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学文化的事情，对吧？我开始带这些部落的弟弟妹妹做一件出国很夸的事情。我不是国家的单位哦，就是通常就可以原住民能够出国，大概都是靠补助吧。但我觉得我要到的是一种投资，我用我的演唱会去投资这些弟弟妹妹跟我一起出国表演。第一批就去
办海选哦，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一次只能带2个海选哦，120个海选，还要放星光大道，没有啦，开玩笑的，就海选，比唱歌上台30秒加分底，没有。没有那么夸张啦，没有，就是还是要看他们平常的表现，除了学习文化的态度之外，还有没有办法在舞台上撑个2首3首歌，让我们有机会去国外表演啊。第一批就去加拿大，然后去加拿大，很好玩的，就这2个运气很好，有一个国中生，一个高中生，带他们出去，然后现在这个国中生都已经高中了，高中生都已经大学了，然后带2个去法国。很时尚，有没有？超市部落里面有人去法国的呢，好像一般人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法国。去年带2个去香港，就这样用我赚到的那些演唱会的钱，然后我有多余的钱，我就可以带很多部落的弟弟妹妹去出国看一看。我觉得眼睛打开了，除了让外面的朋友来看我的表演之后，对原住民的文化有不一样的认识。我觉得相对的，我也想要带这些部落的弟弟妹妹们去国外走一走，看看。然后今年想要做的比较特别的事情，应该是这个吧？快闪听过没有？这没做过，我也没做过，我第一次。刚好这是要发第2张专辑的，我要发第2张专辑了哦。请大家有机会赶快存钱来投资啊！我是绩优股，我会回馈给跟大家更好的表演。但这个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想要，因为想要尝试啊，就是部落的弟弟妹妹离开部落，然后我也离开自己的舞台，我们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空间，可能是西门町的广场，或是东京的广场，然后我们来做快闪，然后唱原住民的歌，穿原住民的服装，试一次。我们要让都会区的人感受原住民无时无刻都在你身边。其实对很多人都把原住民神化了，要不然就把它博物馆化了，就是原住民好像只能活，原住民的条件只能活在博物馆，离开博物馆就很奇怪，好像恐龙跑出来，懂吗？你懂那个意思哦？就是我不想要这样，我不能一直我是活在现代，我不是原始人呢，我活在当下。那我想要这些弟弟妹妹一样用这样态度，我们去跟人家分享。可是要建立出那种自信，但对很多不认识原住民的朋友，我也想让他们感受一下，其实我们没有距离的，就是让他有办法接近这样子。再用这样很简短的3到5分钟的快闪的活动经验，就让他感受一下。想做这个啊，就想要把他们带来台北这样，还不是大做得成做不成，现在还在找钱。所以最近演唱会只有办1场，我有办很多场。然后第2个就是刚刚是对外，我觉得现在对内，就对我部落的弟弟妹妹来讲，我每年还是会办这样的传统去年的活动。不过有一件事情比较特别，有2个弟弟连续参加了3年。我通常是放在丰年祭之前的2个礼拜来办这个活动，然后丰年祭那个时间呢，就是把他们2个礼拜会学会的那些事情去应用。不管是听母语，因为丰年祭一定都讲母语，然后或者是去抓鱼，或者是编织，女孩子还要唱歌跳舞，这些东西就在丰年祭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就你要用嘛，不用就没有用了，懂吗？就是我要他们用，所以那2个弟弟是这样，每次学完那2个礼拜之后，到丰年祭的时候他就不见了。为什么？我就觉得很好奇，我教你那么辛苦了，连续3年都搞这一招，丰年祭就不见了。有一天我就给我抓过来了。我说为什么你不要参加丰年祭？怎么丰年祭你每次不见了？他就给我讲，哥哥，我没有传统服，你没有传统服，那叫你妈妈帮你做传统服啊。我妈妈不是原住民。那2个小朋友居然不是原住民哎！我教他3年，我还认不出来他们不是原住民。所以他就跟其他原住民的小朋友一样晒得黑黑的，然后跟着我们听母语，然后去撒网勾海胆，有没有看到？3年呢，他就这样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然后他终于跟我坦白，他不是原住民。哇哦，那其实对我来讲很震撼啊！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欲望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也觉得很好奇，想知道他的心情是什么这样。然后，当然，其实我第一个理解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很喜欢日本的文化或者韩国，就坦白讲，有时候很喜欢吃日本料理。就是日本的茶道，可是即便他不是日本人，
可是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吃，或者很认真的去学。一样的一个新人，可是他不是韩国人，他就是很喜欢听韩文、看韩剧、听韩国的流行歌曲，他就这样哈韩或哈日。对我来讲，文化真的不是血统，而是认同。我觉得只要你认同了，当然自然而然就会去做那些事情。对我来讲，我看到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因为接下来1/3的原住民几乎都是混血儿了。那再过10年，会不会混血就越来越多了？那还要再讲血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绝对会不见。对我来讲这些弟弟妹妹们，他们能够来学习，我就真的觉得是，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很开心的，而且真的有学到东西，我真的觉得是一种认同。然后才营造出这样的文化的气息，就包括魏德胜导演，包括吴宝春老师，一定会有认识一些原住民的朋友，他们才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一定的。然后这些东西，老人家很乐意分享，我觉得原住民是一种气氛。那只要你认同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他也是乐意分享的心情，在学习这些事物上面。所以我就很开放这些弟弟妹妹来学。那从那2个弟弟开始之后，我就开放给其他部落的小朋友，管你是不是原住民。所以开始有一些排湾族的小朋友跑来了，周族的小朋友跑来，还有一些都会区的小朋友，父母亲都把他送过来这边学。有一个最特别的是立法委员的儿子，我不讲那立法委员是谁，然后就真的是来学哦，就真的来学了。然后我就看看，当然现在可能只有5年，还看不出这些孩子长大会变怎么样。但我觉得一步，应该接下来再过5年，或许就会不一样的事情就会发生了。但这个文化就是真的要靠大家喜欢，他才办法去持续的延续下去。对我来讲是这样，所以我唱歌的歌迷啊，其实我也觉得底下的听众也应该也不是都是原住民，可是他们很愿意学习，学阿美族语，或者是来听阿美族的歌，甚至开口唱，对，大家都可以开口唱台语，开口唱英文，那能不能开口唱阿美族语？试试看这样，所以我在经营演唱会的时候也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行脚。看过正统没有？我们正统是绕台湾1圈嘛，背神教，对不对？还好阿美族没神教，我们不用背。然后但是我想要让这些部落的弟弟妹妹说，不是只有我们部落很多年轻人就好，我不要只有我们好，我也希望其他的原住民的部落也有年轻人愿意回去，我觉得是投资自己的部落，去加入自己的部落。我当兵2年，我奉献2年给我的国家。我也希望所有自己是原住民的孩子们，能不能奉献2年给自己的族群，给自己的部落。我缴税缴到现在，我一直缴税给我的国家，我能不能缴税给我自己的族群，给我自己的部落？当然，我们也开放，因为募兵制嘛，开放给非原住民的朋友，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愿意来参与我们这个文化，我觉得它的呈现的面貌会更多元。相信你也会在这些事情上学会很多，然后，但我只能说，我做一个门，把这样的门打开，让大家先去理解对文化这件事情，不要太到不要一开始就有那么大的排斥或者是想象。其实很简单，我们都一样活在现在，我们都是人，就是只是学会的事情不一样而已。然后今年要发第2张专辑。第2专辑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但慢慢的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一些初衷，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就是这个初衷吧。就我跟大家一样，没办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一个家庭或族群或环境，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其他的，好看看就好了。好，很快吧。好像时间不够了，还没唱歌哎，要听歌吗？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都只是一些参考啦，这专辑的一些参考。这是大庆，知道吗？刚刚那是大庆，很时尚哎。对啊，好原始又好时尚。然后郭富城我的偶像。然后还有什么？这些一些专辑的形象的参考了，就给大家看。这样你们会不会很期待我的第2张专辑？会。有吗？有。感觉不出来。
好啊，等一下看我表演的时候有没有尖叫，我就知道了。好，然后有啦，我们的海报已经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个很时尚原住民的海报。阿密斯，对，这是我的族群阿美族，但是阿美是国家帮我们选的中文字，我觉得我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土。那如果我要自己选自己的中文字的话，如果我可以自己选的话，我想选阿米斯，跟阿波罗是好朋友，阿密特的学弟，有没有感觉就不一样了嘛？对，因为我比我的长辈可能没有学过中文，我的阿公阿妈不会讲中文的，所以他们在那个年代，国家说你是阿美族，他就好就讲阿美族，因为他不懂中文。可是在他的下一代，就我学会了中文呢，那我来选对我们形象比较好的中文字，所以我选了这样的字，miss 这样。然后这个项链，刚才没讲，这是我妈妈帮我做的哦。然后这个珠子啊，其实阿美族的传统的项链，长啊，它是一种植物，晒干之后，它的光泽很像琥珀。就现在也很难有人在用了，因为这样的植物好像快绝种了，不好找。因为我妈妈在山上找3天3夜，我还以为她去哪里嘞，离家出走，没有啦，她就去山上找这个。然后珠子就是也要看物种的，有的种一样的品种，可是颜色就会不一样，有咖啡色，有黑色，有白色，不一样，很妙哎。然后我妈妈就帮我做了这个项链，很时尚，我很喜欢。然后设计师被搭配了一些字体，然后整个我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质感的原住民的形象出现。然后我这张音乐也用了很多大家可能会熟悉的一些流行音乐的编曲的方式来呈现。然后今天我带一点点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邀请我的 DJ 何必。